哎呦，哎爸，你来做啥家？我理性啊，哈为一个嘛，伊还发得来嘛。啊，搿叫一点。搿个，我包海个侪包冰箱里头海。一个也是来个栗子家。来过啊。人家侪讲一来一海。肯定来，一是来，一是浓。里面两只来着，你热呢？那房间头啊，我非得出来。你侬电来准备准备，来了呀！那个面汤筋腌2个钟头得了。现在来了，又开始拌凉菜，香葱、姜、洋葱、大手头、盐、行，黄子、生菜、海鱼。搿个皮也去脱大啊，轻点哦，鸡身浪向烧2蛋，10米点。嗨，差不多的，一打没空的。没空的练耐心哇。我话你晒脱了。我当只只有我一个人晒。鸡么约哈子，做高温拆开来了哇，来临难得开箱的，膏子大，脾气大，没弄颜色，但内地衣裳带蛮配的呢。一张中国是推名的。但不，你做事体个人不会去考虑。当然了，我相信科学。你哪中国有闲话个啦？哪啥是有的？搿么你哪发毛呢？我没功夫来弄搿个么子。那一个开门也是进来海。我你自家弄出来上去了。来，你倒呢？来倒哎。应该你自家倒。接着完成任务，还有的。阿说个那2个是，不对，那个比我不对。你那至少1岁个叫，应该是1万哇啊。这是2年级的，2年级还没上呢。2年级没2年级才要做，上次1年级是也是要做呢。这暑假。你那还不是有辰光暑假里做啥事体？吃差头旁边，书女馆上爬上爬。1年级个暑假里从来不晓2年级个事。读后感要写在纸上面。你当读来自家啥个感觉？你讲我1年级谁到1年级，2年级谁到2年级啊？暑假过完就马上。哎，搿么会分到2年级了呀？你快点，你如果不晓得是开红读来啥会得改那个啊？你听俺没有？别人也在写。你哪晓得人家那是要讲？作业发下来，每个人都在写。光些听来是闲话，不听俺不闲话。你们慢点想啊，俺不去做事体子啊。你今来吃啥么子？泡梅呀。还吃个？阿叔啊？还好。哦，伊忙是忙讲呢，哦，不要寻不大在。哎，你坐辣凳子上呢，你呢小是绝对是前浪去的家啊。哎，说话啊，你我吃啊。哎，还不发一桩事体哦，那个袜子哪能穿个家？哪会得穿脱个？穿的时候好好的，穿了之后就变成这样。快点，差不多在11点钟在，阿姨看阿不做鸡，来，翻啥子，还要翻下空子，出来，有点差不多，你还做鸡的。后来报牢，30分钟随单机。推名的谁在那喊了？你过来看呢？我有身份证，谁出去？厨房间里也发过。搿只颜色已经蛮好了。那也是搬翻个身个呢，头皮搿搭还勿少嘞，再开单稍微。两只香酥变成米干酥，说明搿个最基本是酿。你黄天子包一讲，伊侪是讲你毛个来着，酿的。对。不是最近单出来的，你先讲我听叫我同理心。同理不讲。不，你讲这个真材实料，同理搿样物事呢，X， 像买来一样的，对。不，你输呢？搿么你输呢？你看搿只颜色，80%是酿的。搿么就看有没有买来这个问题弄出来是女，因为买来这，搿么肯定是真的。如果买来这这样子输，还混的。买来这最高的可能性更大。拎不清。那现在你有一个粉丝，一开盘大饼店在那收着，120个平方米个门面，租金呢，只肯1年挣5万块，你讲做得啊？你结账漂亮了，你讲单天呢也可以。对了。再讲说市场了，5块可以。对了，那么我还得看区域性的，侬个区域对。你随便个。随便东北。辰光单子，快点，几两片单子。哟，是单子。你开来看看。